仲有一架，係咪？應該係阿藤攬係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唔係喎。阿龍啊，好，準備好未 ？C 組 final 第一轉，各賽員聽安聲起步。一起步都有幾架冧嘅車，咁就睇下有邊啲走咗出嚟先啊！好似頭嗰幾架都幾順利喎，暫時見到係龍仔歐皮 Timmy 3架黐住直路出，一路轟落去直路尾，睇下邊個入得靚。哎呀，啱啱啊！龍仔就困到阿歐皮少少，但係歐皮係冇跌，龍仔係跌咗。咁應該歐皮頭車 Timmy 二車嘅。跟住後邊阿泥水又追緊上嚟，睇下泥水轉咗交車追唔追到先？係咪交車啊？係喎，都咬住喎，有料到喎，仲要26秒2喎，快喎！而家頭3車就應該喺場中間，啱啱屈緊翻落嚟發結灣嗰3架啦，就係頭1、2、3。歐皮好似係帶開咗少少啦。有咩啊？哎呀，歐皮好似跌咗車喎！哎呀！哎，泥水又好似跌咗喎。咁依家應該係阿 Timmy 頭車嘅，係咩泥水嚟嘅咩？睇下先，係喎泥水喎，跟住歐皮啊，頭先跌車嗰個係 Timmy 嚟嘅原來。好 B 組嘅賽員可以準備啦 ，B 組。B 組嘅1號位子晴，2號 JKL， 3號 Anthony， 4號肥仔，5號 Kevin， 6號神話，7號阿似，8號阿舒，9號阿寶，10號 Wingnan。哎呀，泥水好似啱啱跌車喎，跟住歐皮啱啱又追到喎，泥水再撞多下，方四架車唔爛咁樣。睇下先，情況依家係仲有2分20秒。哇！歐皮追到啦，追到啦！歐皮啱啱裝翻台底，睇下推車嗰度點啊？過唔過到？過唔過到 ？Timmy 都上得翻嚟咯喎，開始。仲係泥水歐皮 Timmy 3個，但係佢哋嘅時間就好近啦。泥水同歐皮應該係黐住左下角嗰2架。哎呀，啱啱啊，歐皮又跌咗，跟住應該俾阿 Timmy 過埋㗎啦。時間仲有1分半鐘啊！泥水依家就有半條直路嘅優勢，後邊啊 Timmy 就直路尾彎，哇好狼死啊！即刻就 Timmy 見佢轉啲彎，追唔追到啊泥水呢？而家啊 Timmy 個 lap time 已經去到25秒9㗎啦，而家爭隻嶺彎啊，2隻彎到啦。泥水啱啱出直路，跟住到 Timmy。睇下穩定性如何啦！啊，泥水遇到堆慢車，睇下過程點先。順利，哎呀，啱啱 Timmy 又跌咗車，追得咁辛苦。時間得翻半分鐘。B
B 組嘅朋友準備啊 ！B 組嘅朋友準備啊！啱啱啊 Timmy 又跌咗車，就俾阿歐皮過埋，俾阿龍仔都過埋，即係阿 Timmy 一跌咗落4車啦。最後10秒鐘，泥水已經帶開咗有成9秒嘅時間啦，應該可以游翻嚟㗎啦。未完成賽事啊，要衝埋個尾圈啊，大家。啱啱 A 升上一線，嗰、個係94落嚟㗎。喂，唔好掉出去啊！我衝唔衝到線 ？OK， 全部完成，全部完成。最後排名啊，泥水歐皮龍仔 Timmy。好 B 組嘅朋友記得都係攞住架車嘅 driver 底。